文化策展团队乃安尼用热情的舞蹈展现台湾的一面。2024台湾文博会主展区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登场，副总统萧美琴特别出席参观。现在只要提到台湾文博会，就是台湾文创和文化软实力的指标。那今年的文博会特别强调文化策展与品牌商展，希望让每位参观者、参展商还有国内外的人士，在观赏商展的同时，也能够感受到台湾文化议题的深度。文化部以报道百面做主题，组织超过570个品牌，将近700个单位参展。济超人气 IP 角色，含济国内品牌头摆合作响应，同时结合文化策展、平湖馆甲屏东馆、展示地方创新，认同团结百变风格之3个展区，成就台湾的文化百面。波多百面，如果用台语讲的话，就是100%保证会成功。充满了信心，百面就这个意思。用华语来讲的话，就是百变，会流动的。文博在台南展出，是对于我们全台湾的文化界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非常感谢文化部能够大力支持，把这个全国性重要的、具有指标性的、具有文化这个传承意义的。这么多重大的展会能够在台南发生。活动借着前2天的专业人士专场，含后面5天的全面开放，希望扩大国内外消费者再来更较侪商机。另外，还佫论坛讲座、户外演出以及台南的10条特色走踏路线，呈现丰富的百面文化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